差。唔係啊，即係好簡單，我淨係講一樣嘢啫，呢樣嘢啫。譬如你大火之後呢啲人咧，點解有兩個元素？我都問你呢樣嘢。第一，點解係5萬而唔係50或者500或者5000？點解要揾地方俾佢，而唔係叫佢自己揾地方？咁點解唔叫佢哋去工作？我希望呢個信息俾到有咁多人得咁多人，希望幫佢傳送出去。因為我自己本身入邊嘅處境就極端簡單地一樣嘢，佢哋強硬地製造呢啲咁嘅因素出嚟，而佢充滿晒數據嘅話俾你聽，你冇一個可能性存在可以 settle down 到，所以佢哋先至非常放心咁樣去做呢啲事出嚟。